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今仔就是五日节，古早嘛有人讲是5月节，有人讲也未食5日粽破球唔甘放，代表讲5日节了后开始算是热天。5日节嘛有一寡风俗，像讲会伫门骹口插菖蒲、插青仔，人讲插羊较养良，啊若插兄较养行。另外嘛会啉5时水，其他的民俗惯势抑阁有啥物？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今仔日大家应该开始放假，因为今仔日就是旧历5月初5的5日节。5日节唔但会使放假，连续放4天，咱咧会使食到烧烫烫的肉粽。伫台湾北部的肉粽，甲南部的肉粽，不管是做法还是口味，拢有一寡寡无同。但是北部的肉粽，伊的做法是甲饭甲酱料甲内面炒到半熟，全部包起来用吹吹好熟，内面会包猪肉、香菇甲笋仔。这食起来的时阵呢，是较重口味，偏起来较香，内面的包嘛是淋淋淋。另外一款就是南部的肉粽，南部的肉粽做法就无同，伊是用内面是用炒好全部拢熟，佮用青米甲包起来，等入去滚水内面煮好熟，内面会包两仁、土豆甲辣子，食起来时阵呢，口味较正，嘛同款会使食到较济食物的原味。5日节是历史足久的一个传统的节日，嘛有足济俗语，咱会使介绍给大家。第一句，咱凡是有听过，要食5日节粽，破喉唔甘放。嘛有另外一句叫做是要食5月粽，破面皮唔甘放。因为5日节还未结束正前呢，这天气又还无啥稳定，所以这时阵你的厚的面皮甲厚的外套先莫收起来，爱等到5日节结束了后，热天来佮甲面皮厚的外套收起来，这才是正确的时间。伫台湾的民间，佫有流传一句话是：插梁较养流，插兄较养行。伫5日节即天，伫门骹口，大家拢会插一个叶，佫有香草来辟邪，因为因的气味会使互空气甲清气，嘛会使消毒。再来即句话，是因为足侪人感觉讲，若是要转运，若是要着好运，就爱摕着5日节的5时水。5时水，就这相关的这俗语是：洗5时水，无肥嘛水。意思是伫中昼11点到下晡1点的时阵，若是有摕到5日节的5时水，若是甲啉落去了后呢，袂变肥，佫会变较健康。你若是摕5时水来洗身躯，还是洗面，你的皮肤会变较白泡泡、幼绵绵。除了台湾，其实伫越南甲泰国同款嘛有在过5日节，毋过伊的名甲伊的方式无啥同款。伫越南5日节叫做是杀虫节，伊会食西瓜、山野、李甲，嘛会食酱猪甲酸果。因佫会伫透中昼的时阵去大海来洗身躯，因希望会使洗身躯，甲虫拖甲歹运全部拢洗好清气。甲台湾同款，泰国嘛有肉粽节，伊嘛会食肉粽，毋过内面包的物件无同款，伊会甲白果、辣子甲辣肠包入去，外口咧是用荷兰的叶仔来包起来，用水煮好熟，佫会使甲切青菜做伙食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淑文，即摆来个时间，高兴哦，以上主播。